台湾人食米的量，甲40年前比起来是减少一半。学校的营养午餐的业者嘛发现讲，学生囡仔还爱食米哦。有学者就建议讲，爱甲米煮好较好食的，就应该用科学方法来煮饭。米唔通煮上过久，煮好嘛爱翕一困啊。要底饭的时候，温度上好是60度，饭要好食是有真侪美角。 饭要好食，除了有好米煮食的时嘛有撇步，甲餐汤内的饭拌好送是米好食的撇步。农业部农粮署现主是参学者合作，以科学化的方式建立传承业者煮米的标准流程，以台湾各地的米有无共特色，分别规划标准的炊饭流程甲库存的方法。超过1000人的这样的学校，354所，我们来全面来进行调查，同时也到现场去辅导。 之后把科学数据收回来之后啊，来用科学的方法，怎么样来烹煮出好的这个米饭？通常厨工阿姨都会是用她的这个经验值去煮所谓的这个饭哦，所以其实往往会遇到一个状况，就是如果换了一批米食，有时候会让学生觉得说，今天的米可能会比较硬啊，或者是比较软。 饭底到饭桶内底爱先确认温度，而且送到教室的时，内部温度也爱维持60度才正确。另外，学者讲，这摆调查当中，发现业者上大的问题是炊饭的机器设定无正确。那蒸箱的问题的话，绝大部分都是出现在2个地方。第一个，你进来的蒸汽量够不够？蒸汽量如果不够的时候，你就变成煮的时间要拉长。 甚至有可能会煮不熟的地方。第二个就是蒸箱本身的密合性好不好？你蒸汽量够，可是大部分的蒸汽都是跑掉，那就没有意义了。学者讲，台湾生产真侪米，但是台湾人食米的量，平40年前已经减一半。现主是为糠米、洗米、炊饭到运送，拢规划标准流程，望学生囡仔自细汉甲伊食台湾米，互囡仔营养中到长，食了营养，也食了满意。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。